上一集都講到咧，其實自願醫保嘅標準計劃啦、靈活計劃啦，同埋高端醫療咧，三者嘅保費不同嘅。咁今日咧，其實如果大家問我作為一個會計師嘅話咧，邊個係最物超所值咧？我就會揀高端醫療嘅16,000蚊墊底費嘅呢一項嘅。咁點解呢？嗱，首先講一講高端醫療，其實佢個保障咧，其實都係全數賠償㗎。試諗下，如果今日我已經瞓喺張病床度，我仲好擔心咧，其實呢個醫生會唔會收貴咗我啊？又或者其實因為半私家房就已經係爆晒棚啊，我又一定要入私家房啊，呢啲情況咧而去憂心嘅。我嗰一刻我都好深信咧，其實你瞓喺張病床就好似熱鍋上嘅螞蟻都冇乜辦法㗎啦。高端醫療咧就有一樣好，就係佢唔係睇逐個 line item 去睇啊，咁而係一個冧心咁樣睇，1年12萬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我就唔會因為每一個 line item 爆咗而去擔心。第二樣，點解我會睇16,000蚊呢個墊底費咧？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呢個表啦。其實如果冇墊底費係特別貴嘅，16,000蚊一個咧，其實就已經少咗一橛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16,000蚊，你一係你本身你可能有 group medical 嘅，你可以 group medical 包咗佢啦。又或者其實如果真係唔得嘅，其實16,000蚊即係一個有限度嘅風險啊。